这种呈土黄色的泥料很软，木搭子一下去，几乎摊成一滩泥。这就是朱泥，含水量高，一拍就软，粘性差，一不高兴就裂。朱泥它会捏那个泥阵，所以比较难做。朱泥的泥性是出了名的娇气、麻烦。我们要喷水的话，老师要骂死人。这个流程我不能断，绝对不能断，断了就不对了。已经出师了几十年，老师的教诲还回响耳边。今天，秦勇再一次向自己发起挑战，在师傅经典的紫泥石瓢基础上，用朱泥重组一把秦勇味儿的壶。切出的这一小条弧形，便是壶身。只适合做小容量的壶，也是朱泥的泥性决定的。师傅的汉唐石瓢容量高达400毫升，这是把大壶。当大气沉稳、充满张力的壶身线条浓缩成巴掌大小，拥挤的壶身会导致视觉平衡的急剧坍塌。内行眼里，经典壶的大改小绝不是等比缩尺寸，往往手抖1毫米，神韵差千里。我93年就做过，当时做的不好，那个时候还是年轻，只是学了这个技，还没有得到这个艺。